台中的勤益科技大学一个杰出的校友，买50箱的旺来寄附学校。伫这个文化振兴教育基金会协助下，由器官系师生把这旺来的果肉做成果酱，把这个旺来皮做成酵素，或者食物更加有价值。金色的旺来果酱，阁有真香的气味，为着让食物发挥上大价值。勤益科大器官系学生伫文化振兴教育基金会协助，把校友馆的旺来做成果酱，阁有酵素，让食物的价值阁较悬。可以保存期限比较久，就不会浪费，让它有附加价值，而且不会因为这样放几天就坏掉。勤益科大校长摕旺来果酱欢喜和校友翕相留下纪念。校友买50箱的旺来，捐予勤益科大共同进行计划，把旺来变做果酱，延长最久的保存期限。因为这个里面含有印度香料、种子、番茄，然后下去熬制出来，然后由这个酱进去跟凤梨酱一起做混合熬煮。很感谢志工妈妈，就是很耐心的教我们，然后就有注意很多的小细节。即摆甲50箱的旺来变做4500罐的果酱，用旺来果子控45分钟，搁加麦芽糖，分别设计出苹果、有机红茶等等3种无同的口味。另外，搁加阳春的果子皮变做30桶的环保酵素，唔但会使用来洗手，搁会使洗碗盘，发挥上大的效益。